我哋醫院咧，187年建立嘅時候咧，因為澳葡政府係唔關心我哋中國人，由於咁嘅當時咧，我哋嘅華人咧成立咗一間呢個醫院，所以咧即係話頭先講到秉承住阿孫生嘅精神，薪火相傳，以禮待人。以病人為中心，做好我哋個醫院工作。初入醫院嘅時候咧，我自己本身首先講我自己身體唔係太好嘅，成日睇病嘅。從小裏邊咧，我就已經有一種心就話，將來我要學醫。我到嚟醫院裏邊工作有59年嘅時間咧。整個醫院嘅發展過程裏邊，我一步一步自己響前輩身上裏邊咧，都學咗好多點樣去堅持，即係呢個憐憫心，同埋做一個愛心對待病人。係啊，我哋會長一陣見唔使驚嘅嚇，佢哋啲好叻嘅手勢。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講咧，我哋要4個度數嘅，我哋要高度重視，繼而咧我哋咧要深度研究，同埋要寬度。第4個度咧就係要熱一個溫度。即係有潛質同埋有發展嘅好大嘅空間咯。希望咧，如果通過大灣區合作，使到我粵港澳嘅健康產業咧更加做得更好。我人生格言就係要好勤力做嘢，同埋咧要全心全意去投入。當你投入一件工作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做得好好，同埋咧係會做完之後咧，你會好開心咯。科大咧係一個好有實力，同埋咧發展得好快嘅一間學校。科大亦都係一個中醫學院啦，對澳門嘅中醫藥嘅發展咧，亦都有好大嘅幫助。2018年嘅時候咧，科大佢個實驗室係好強嘅，同我哋鏡湖醫院嘅消化內科早期癌症嘅診斷咧做一個科研。喺2022年嘅時候咧，亦都繼續喺呢個月經血嘅幹細胞體外做科研。咁直至到今年嘅2025年咧，就亦都同我哋繼續合作咧，就係佢哋科大嘅醫學生嚟我哋院度實習，都希望我哋嘅科大嘅學子裏邊咧，能夠咧好好地學好習，成為一個國家嘅棟樑。